係西藏。大家好，我係 Sylvia。今次我同屋企人一齊去西藏自由行，玩咗足足11日。呢個系列我會帶大家跟住我哋嘅腳步，慢慢探索神秘嘅西藏。呢個旅程我準備咗3個月，希望可以俾到大家實用嘅 tips， 一齊欣賞西藏靚景。如果你中意呢個西藏自由行分享，記得由而家開始就 like 同 subscribe 我啦，撳埋個鐘仔，唔好錯過之後每一集。好啦，廢話唔講，一齊出發啦 ！Let's go， 扎西德啦！因為香港冇直飛拉薩，所以我哋先飛重慶玩咗3日2夜，之後再轉飛拉薩。搭飛機嘅優點就係可以慳時間，但係缺點就係一到埗就海拔3600米以上，好易有高原反應。到埗嗰一刻好興奮，同時覺得空氣稀薄咗。大家記住啊，唔好跑，多啲飲水，慢慢行。如果頭暈或者唔舒服，即刻吸氧氣或者休息下。最好嚟西藏之前食定紅景天，減少高原反應嘅機會。出咗機場，有我哋呢幾日嘅包車司機小海嚟接我哋。佢仲送咗哈達俾我哋，好有儀式感。喺西藏唔建議自駕，因為路況好複雜，所以我哋除咗拉薩以外嘅路程都包咗車。我哋係喺淘寶評價高、信譽好嘅店鋪，感覺係平台落單，相對有保障。司機仲可以幫手買門票，免費幫手影相同無人機拍攝。我哋第一晚入住拉薩市區嘅拉加里雪龍莊園度假酒店，係 Trip.com 入面評為西藏當地風情酒店第1名，每晚參考價大概人民幣500至600蚊起。呢間係藏式莊園酒店，有超過3000平方米大庭院，每星期有煨桑祈福同手作拉巴活動。房間乾淨，乾濕分離，仲有醫用級中央供氧同24小時製氧機，保暖一流。位置近布達拉宮同拉薩河，步行或車程都好方便。不過房間內部裝修普通，冇太大驚喜。但係最大亮點係有免費藏服體驗，喺前台左邊有藏服選擇。雖然款式唔多，但係着住藏服喺酒店大庭院影相係好好嘅體驗。整體服務同環境都唔錯，推薦俾大家。拉薩市區比想象中方便，有唔同大型連鎖店，用百度打車好方便。我哋喺酒店影完藏服之後，去咗欖勝318現切牦牛肉拉薩小火鍋打卡，超靚。呢間餐廳位於拉薩百貨5樓，可以影到布達拉宮，仲有唔同嘅打卡位，好值得嚟。夜晚我哋去咗桑吉拉姆拉薩菜餐廳，環境有五彩經幡同藏族特色裝修，有藏族小哥哥現場唱傳統浪馬堆鞋，好好聽又有文化氣氛。食物口味似平時嘅中菜，人均消費大約100蚊，好推薦想體驗西藏傳統表演同地道藏餐嘅朋友一定要去。之後行咗陣拉薩夜市，但太飽同埋攰啦，就早啲返酒店休息啦。丹良沙丘觀景台係路邊，適合影相，仲可以體驗滑沙同越野車。不過之前係新疆體驗過，同埋想快啲去酒店，所以我哋影陣相之後就去下一站索松村。我哋選擇去索松村住一晚，係因為見到小紅書上面有好多係索松村入面影日照金山嘅靚相，想親眼見南迦巴雅峰日落。我哋今晚入住平措康桑雪裏桃花度假莊園，被譽為西藏靚景酒店第2名。當時我哋訂咗2個房型，分別大約1500元晚。呢間酒店全部房都有落地大玻璃，正面直對南迦巴雅峰。6樓仲有觀景餐廳同露台，服務唔錯，提供下午茶同熱牛奶。房間有全屋地暖，可惜當日天氣唔好，多雲冇見到最靚嘅日照金山。但旅行總有天氣意外，唯有學識接受同樂觀面對。有呢啲美中不足，反而令我哋嘅旅程更深刻，成為我哋心入面特別嘅風景。夜晚我哋去咗酒店附近小林飯店食晚飯，食咗個有特色嘅石鍋雞，然後就返酒店休息。第3日我哋由索松村出發，先去色季拉山口，成個山都係五彩經幡，當日仲落雪，好凍但風景好震撼，絕對值得影相打卡。我哋一家人行上去雪山上面影相玩雪，呢一刻畫面仲好深刻難忘。之後去魯朗林海，有東方瑞士之稱，林海茂密，雲霧繚繞，好似仙境咁。最後到咗林芝，入住林芝保利雅圖酒店，被譽為林芝靚景酒店第1名。我哋好好彩，俾酒店免費 upgrade 咗去雪山庭院大床別墅。酒店位於魯朗國際旅遊小鎮北區，面對扎塘老醋湖，
同加拉伯里雪山，私人庭院景觀好靚，全屋地暖，供氧加濕機，裝飾現代裝修，房間都好大同乾淨。別墅位置同前台有段距離，酒店有代步車接送，環境同位置都係滿分，我推薦俾大家。晚餐簡單，食咗魯朗石鍋雞，人均大約人民幣80蚊，味道唔錯。前3日我哋適應高原，同初探西藏美景。西藏真係好靚啊！雖然每一日都坐好耐車，但係睇到靚景，又同屋企人一齊感受，一切都值得。下一集由林芝出發，去巴松措湖心島、羊卓雍措、珠穆朗瑪峰大本營，同更多高原湖泊同神秘景點。記得 like、subscribe， 撳埋個鐘仔，留言我要行程表，我 send 我嘅行程表俾你參考喎。下一集見，澤西德啦！